正少问破残的残存阿伯啊，当地讲繁华都市，台北对倒去，阮就是无依偎可怜的女儿，自细汉就来离开。身边，虽然无人替阮安排将来代志，阮想要来去倒市，做着女工度日子，也通来安慰自己心内的稀微。正少问路边的卖粉阿姊啊，人地讲对面迄间工厂是毋是？打鼓时卖用人，阮想要来去。我看你犹原是幸福的女儿，虽然无人替人安排将来代志，这世间总是着爱自己打算才合理。青春是毋通耽误人生的真理。正少问门头的办公阿伯啊，人地讲一间工厂有卖菜用人，阮虽然也少年，拢不知半项。当今我低头倾诉，我无希望，卡输笑钱也着忍耐3冬5冬，为将来为着幸福甘愿受苦来活动，有一天总会得到心情的轻松。